父王，銀行不貸款要20日先過到數，但嚟緊馬上就要出糧俾班手足，又要趕住入貨，最少都仲要20萬先頂得住。朕暫時唔理得咁多了，為今之計，只好先搞掂出糧條數，其他嘅再慢慢想辦法。周卿家，同朕再 check 下，有咩方法可以快速籌到20萬銀兩？利貸1356網貸，一次借夠60萬，網上申請，即日批核，最快15分鐘現金周轉，立即入站申請。